观众朋友食饱未？老师平安。平安平安。老师，咱今仔日要讲所在啊？我这个后壁是啥物？你有去过无？新店我有去过，我有去旅游。安尼。是柬埔寨。厉害！本来要有观众朋友要老师甲你讲答案啊吼。那今仔为虾米来说菜市啊？毋是哦，毋是要说菜市啊，今仔是要来听一个菜市啊的故事吗？嘛毋是，老师去一个什么？是一个传道者，一个宣教师，一个人属的传道，伊要来讲伊归关的条件的代志。对哦，归关的哦。奇怪哦，这个宣教师为什么有着做侪惊吓吼，做侪条件的代志，但是做精彩，咱先来请伊起来吼。好，来师母你好，你好，平安。师母其实是顶礼拜咱有老牧师的某哦，大家吼，然后就会爱转去听回播吼，转去听上一集吼。师母好听，真欢喜，今仔日会当请到师母来讲一个宣教师较无人讲的一个惊吓的人生，听到后来会发现是惊喜啦吼，不是惊吓吼。真趣味的代志，真趣味，而且吼，因为迄个宣教师的某拢较少人咧叫，对无？人拢叫师母你好，来毋惊叫什么名吼？无名。今仔日爱特别介绍叫做老师个讲一摆。淑丽团队。淑丽。泰国无人知我是淑丽。阿丽。伊叫做阿赞阿丽，就是阿赞。什么意思咧？就是那个 care 老师啊，我的名字。care， 但是他们阿赞的意思就是老师，还是传道，都是阿赞。泰国叫阿赞，对。欢迎阿赞阿弟吼。好啊，为什么要行宣教的路？这个大家人拢真趣味，爱知影。我嘛无想到吼，我只是啦，拢无想到讲我还走上宣教的路。真的没有想到。这段圣经是讲，独事先求伊的国家伊的义，就遮的物拢要煞予恁。这一节经文哈，是因为我没有想过我会走上宣教的路，因为早期蒙召在校园团契侍奉台湾，那后来就是有机会。先生比较有宣教的牧师啦，比较有宣教的心，他就想是上帝会带我们去宣教。那我当时还跟他说，宣教，我觉得不太可能要就你去的，那我留在这里，那是什么？对不对？你去，那没有。后来我们大概前后祷告大概3-4年的时候，后来我越来越觉得说，那我要认真的来考虑这个事。那主要是在我们差不多1995年的时候，那时候我有一个长辈，属灵长辈，那有机会到我家，然后他给我一句话让我想很久，因为他知道我的个性，那我说我其实是很胆小，他说他劝我要有过约旦河的信心，约旦河，因为我很胆小，我说不太可能，我的困难太多了，那我的困难，个人的拦阻。我有4样的拦阻，然后其中有一个就是孩子的教育，孩子的教育，可是后来就是这个4方面，学语言，你成为宣教士，你要学语言，当地语言，你孩子的教育呢，我孩子都是中文，那去那里去要读什么语言？然后那边很脏乱。我知道的宣教士以前没有出去过，所以认为宣教士都是去很偏僻的地方，所以一定很脏乱。那我有没有真的爱人的心？这是我后来花这4方面，大概花1年。对，而且咱感觉泰国拢是做泰国落后的对吧？进前人那个年，对，那个时候大概是很落后，我们对他的印象是这样的，没错，是对。
所以因为有这个拦阻，所以呢，上帝就给我们这一句话，就说你要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这些东西要加给你。那意思就是我们听到一个长辈跟我说，跟我们说，跟我先生跟我说，要先关心神所关心的，那我们就关心你所关心的。所以因为这一句话让我觉得说，我很担心我的孩子去那里读什么，要怎么读，有没有学校，有没有学校可以读，对不对？好，所以这是比较教育的，因为我孩子那时候已经14年级了，对，所以这是一个困难。那后来当然了，学语言也是一个。后来我觉得哇，在40多岁，我那时候已经40多岁了，还要再学一个新语言，太困难了吧？那这是少年呢，不要紧。就我那个5、60岁内地会，我们本来要申请内地会，他那时候一个宣教师跟我说，35岁老鹦鹉学不了新语言。对，所以后来我就说好难呢。后来就是因为有一个机会，听到一个日本宣教师来台湾的宣教师，他60几岁了，然后那时候才给我说，哇，他60几岁都还学中文，还学台湾话，但是他那一天的讲台是翻译的，但是也给我们2个很大的震撼，以至于我说，神会带领，所以那时候那个问题，所以这4个问题先后就解决了，神就半年时间大概就好像神开路了。那神开路以后，后来接着我跟你讲，我们就好啊，牧师不是去高一团契就去泰国吗？回来以后我说好啊，那我们就利用3天的休假时间，10月23、24去泰国带孩子一起去看看嘛。后来才去清迈，去清迈很精彩，3天而已。见了3个宣教士，3个宣教士跟我说蛇，3个宣教都碰到蛇，杀蛇，然后怎样赶蛇。听讲这栋厝内面有蛇，是安尼吗？蛇在天花板筑巢下蛋啊，还相片给我们看呐。你要不要下？清迈那时候房子大部分都是木头的啦，跟我们这个也很类似木头的。对，所以宣教是专门来蛇，当然你会恐怖。还好3天才去3天，第3天要回来，我孩子开始上吐下泻。就是有点瘟疫的问题，就是那个。我说怎么办？我们那时候不懂语言，然后我们就要坐嘟嘟车去机场，然后宣教士已经走了。就嘟嘟就去机场，然后就搭飞机。那我孩子我们就只能祷告，然后好像你那时候有给他一个药吃，后来他就昏睡到曼谷，然后看医生。瘟疫，我孩子那时候刚好那个淹大水，所以可能那个水不好，所以他的肠胃，然后吐泻。哇！我再回来就想到瘟疫的问题，蛇的问题，你知道吗？好不容易做决定要去啊，结果有到这个问题。真的去之前，我差不多90%、98%应该是可以走了。可是这件事让我觉得说，我明白，是因为这样，所以神后来就借着我们2个就我跟牧师啦，沉淀了2个礼拜，2个礼拜，就是宣教的路，拢会拄着一寡担当的事啦，还是讲有趣味的，正确的代志会拄着。我刚刚把那个讲完，那个真的是后来如果神没有解决那个问题，我们到今天不会走出去。后来神就借着诗篇91篇回应我，然后神借着高一团契的那时候看戴德生传，然后回应他。然后我们2个戴德生传的最后的结局就是孩子死了。后来孩子死了，好，那我的神就是用诗篇91篇。诗篇91篇，如果你读，他说住在至高者隐秘处，必住在全能者荫下。然后这里面提到黑夜的惊吓、白日会的午间灭人的疾病，然后很多瘟疫的问题，很多蛇的问题。可是最后神说这些都不会临到你。然后呢，然后神说最后一句14节说，
你如果专心爱我，我就他知道我要，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他对他。神就是给我这几个应许，我开始觉得说，我知道这是神回应我。那神，我先生牧师就说，那个戴德正传最后的结局就是死。那如果死不怕，还有什么好怕？对，如果死都不怕了，还有什么好怕？我们两个就对哦，我两个人就清楚诶，大家只会欢喜快乐一起祷告，然后从那里到就隔年就踏上宣教的路。这是我不会忘记的，这是太，如果没有神给我这个应许，我真的走不出去的。所以那对，所以刚刚我说，在我的家，后来到宣教工厂，大概前面几年都没有碰到蛇，大概到第5年搬到新的地方的时候，刚刚你看到那个院子，对，好，就是家领导搬来，这个是第3个家，但是是我们后来的宣教开会的一个地方，我们前面是另一个餐会，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前面2棵芒果树啊。我在这个屋子、这个房子，我打死一条赶走一条蛇，不是砍死一条蛇，我用车赶走一条蛇，这里是不怕，你看神，所以就是对那个撒旦退我后边去，唔免惊嘿，然后领导专门去除蛇的安尼，厉害。我觉得神很信实啦，我讲这是讲真的神很真实、很信实，他应许，所以我没有惧怕。对，我知道但很多，对，对，所以这个也是酸甜苦辣一种嘛，哈。对，苦又甜。甜的是食鸡卵糕啊，哈，听讲这是师母的生日咯。嘿，好。庆生会，50岁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关，因为我跟你说，我去的时候40几岁嘛，对，那50岁刚好我更年起来，对，差不多这时候，然后你知道50岁我刚好也差不多换了一个差会，我第一个差会，然后离开，所以后来才搬到刚刚那个家的时候，那时候没有差会。还没有后来的差会，有1年，我们好像没人会啦，没人，中间衔接期，然后我又更年期，那觉得其实是我刚好情绪最低潮的时候，其实真的很低潮的时候，很孤单、很低潮的时候。然后我们这些人是谁呢？这些人就是那个在泰国的宣教士。全部都是啊，全部。对，当里面你没有注意看，后面这个应该是石龙英这个。对，后面这个全部都是在泰国的宣教士，很多香港的各地来的宣教士。然后我们每一年都有泰国宣教士的退休会，这个都是常常是我们重新得力的一个聚会。那很感动，就是那时候他们竟然为我做。我好几年的生日都在这里做的，然后刚好50年，他们帮我想到一个，刚好是我最低潮，哇，实在感谢主。是，所以上帝拢知影，有听到你的呼声，神知道，对，所以不会给你太苦或太酸哦。没错，继续接待哦。当师母不简单哦，18般武艺，除了要会赶蛇，我抓了还个会样如何食对吧？太阳星。其实这个应该说，我没有说特别能干，但是这种简单的还可以。但是这个就是接待宣教是很需要的，接待，这是新加坡的同工，这是从俄国来的同工，他的太太就是泰国的老师。然后我们一起学生工作，然后有机会来我们家聚餐。那我能做的就是
过去在校园也是是传道嘛，对不对？所以学生嘛也会接待老师嘛，接待学生嘛到家里，这是很经常的啦，很经常的，所以没有什么特别。我自己觉得对我来讲，成为牧师的帮手，他不会做啊，我们都是恩赐互相配搭啦，互相帮补啦。那大部分呢，如果要说师母角色呢，大部分牧师都在前头，我都在后面。我是在后面啊，煮饭啊，我比较不出声音啊，他声音多一点啊。对，煮饭之外还要那个帮忙很多事情吼，伫后壁听讲等下会讲到这样去买菜，而且这个不是伫泰国，对吧？对，金边。走去柬埔寨，讲的不是泰国话啊，吼。无啊，泰国柬埔寨话啊，就用匕首画脚啊。而且不是家己去买，还搁带人去买菜对吧？去到一个北向东的。对，这个是在金边，我们刚好每一年都有神学生的训练啦，跨文化的训练，然后来参加的学员呢，我们都自己煮饭这样子，然后自己买菜。那买菜在金边容易啦。在泰国容易啊，可是在金边我语言也不通啊，但是我还是要带他们去买啊。行，这就是师母的18般武艺。我们另外一个师母也上来了哦，艾梅师母，她在线上哦。她说当时他们看什么宣教士，李真光中学教册哦。定定伫因兜的冰箱下骹看到蛇。对啊，泰国蛇有够多啊，然后有草啊就有蛇。所以我底下10当唔捌无到是恩典的吼。对你那边进步多了，比较。我看到的是大蜥蜴，都大只，一只来阮兜的，可以阳台遐打招呼。哦，那个到处都有见怪不怪。那个都给对不对？对，都给，但是看到伫恁兜出现的时，你会感觉讲，这是阮兜的宠物来先。会惊到都。一开始也会，我嘛惊到对。这一章也是，人都知道哈。我先讲右边牧园，右边牧园是我们每一年会带神学生来这里，这个都是外国宣教师，来泰国宣教师的牧园。对，这个不是随便人，都是外国人来参观的。所以他上的都是各国的老师，对，很干净，他是给人家参观，给人家那我们都会带神学生来这里默想沉思。那讲这个是因为对我们有很多的省思，对，因为已经很多前辈都在这里，有的是 baby 刚生出来就死，也有10几岁的，也有几十岁的，也有到70、80岁的。一辈子就然后就葬在这里都有，所以年轻从小到老，对，那所以这个让我们很思很多，对，那当刘牧师说他很挫折地他来这里以后就重新得力，我简单对，刚刚左边那个脚印哈。脚印，我稍微想未到的危险。这个对我的意义也蛮大的，因为宣教不孤单。这个是刚好我说2000年，我们有机会去新加坡，有去度假，也是只有3天，结果我就生病了，然后感冒了。但是刚好这个因为有认识的人，然后来接我们，计程车司机是一个女的姐妹，然后。他就接我们到住的地方，然后我们要送我回去也是，我们要走的时候送我这里，我超感动的，因为我那时候很软的，因为生病会在海外。其实宣教是最大的杀手就是孤单。当你有在台湾资源很多嘛，我想你也可以多体会，在海外你要找谁？我们这个年头手机什么都没有。对哦，我们那个年代没有电话、手机，我很难跟台湾。对，所以这个就给我很大的鼓励。哇，神
等借着一个陌生人，我都不认识，我们都不认识陌生人，新加坡人这样关心宣教士，不认识哦，完全不认识。那年我真的很感动，所以我特别就把它留下来，很感恩，对我的那时候的帮助很大，所以我要提。所以宣教士在国外哈，拢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想不到的。你不孤单的啦，主同在啦，就用歌安慰你。对，所以也不用怕。但是嘛，有足侪想袂到的，什么老师讲这什么危机？危机啊，是讲想袂到的危险啦。对，无想到的代志会出现。无想到的危险，哦，这个是厉害的哦，大家爱静就听。这个是真的是我们第2年，这个也是很惊吓，很惊吓。那个时候还在学泰语，还不太会。然后我们刚好有这一部中古车，然后带学生去要参加学生营会、福音营，然后到一个乡间就是乡间，你知道吗？哈，整卡，那时候没有手机哈，你在说没有手机，所以突然间嘣就破掉了。哦，就是一颗石子吗？还是怎样吗？玻璃拢破去，这一张，另外这个我站着的旁边那个是已经把这个全部拆掉了，没有玻璃了，这破玻璃把它拆掉了，但是这些玻璃碎掉没有，我竟然都没有受伤掉在我的腿上啊，我都没有受伤，你看，很吓人，康诶，因为我们要全部拆掉，然后我们要往前走啊，我们还没有到营地啊。我们才要去而已啊！听讲安尼开2点钟，唔惊出来。去多久？然后到，回来的时候开2个多钟头，2、3个钟头，完全就这样回清迈。对，那只有一面开一面祷告，哇，这也是一辈子没有过的经验。有没有鸟飞进来跟你打招呼？上帝都保护了，神保守我们了。所以我感觉那是一个属灵征战，因为那时候真的没有突然间来了，也不知道是哪里来的。那这个也是柬埔寨，这个是我们可能2001，我忘记几年了哈，对不起啊。好，反正就是我们那时候是牧师，是总工厂主任，我们去柬埔寨探望宣教士，然后跟其他的宣教士一起在大马路，对，大马路我没骗。车水马龙，旁边还有很多餐厅的人坐在外面吃饭，是看得到的。然后有年轻人就骑车，然后在我这边转来转去。我想要干嘛？结果我没有，就把我背了一个包包嘛，然后就把它抢走了。抢走那个背包就是一个那种线的那个小包包断掉了，然后就这样裂。这个痕迹，真的吓我。那阵迄个包的。什么大对吧？大无登去的话，都危险，人就拖咧走诶，所以感谢主迄包，感谢主保守，不过真的是吓人了。还有蝴蝶对，这是在曼谷，你们最近看到应该是清迈北部淹大水，不稀奇哈，不稀奇。那个每一年泰北都会淹水，但是曼谷。这是2011最大的洪患，那个机场都淹了，飞机都淹掉，然后市中心都淹了，对，所以很恐怖。政变也是我们在泰国这些年经历过2次的政变，对，是其中的一次。对，然后我也有几摆那个炸弹到处都爆炸，袂使太难才会爆炸，这个在没有，这个就是还没有，当然可能是在这个右边的这边有示威啊，有很多的冲突，对，就是很严重的。有人都讲晚餐会当加菜，你不了就抓，你当去煮抓汤，真厉害哦。抓足补的哦哈。所以就是讲，无着
小朋友，老师，就是讲囡仔教育的问题，对，遇到什么困难啊？不？有，我孩子去的时候已经再过2年就青少年了，对。然后我孩子比较内向，比较安静，对，那很多话也不会讲，但是他其实我们跟他也不会有很多的反抗哈，所以他是蛮乖的，蛮会。哎，有吗？有，嘿，对，我没看到你们，没关系哈。嘿，有，对，那我的孩子呢？后来就是我就陪着，然后其实牧师也花很多时间在他身上。然后刚去的时候英文不好，所以牧师要花很多时间来教他英文。那我们从小知道说，其实老实说，我并不是很会教孩子。那我有的就是说，我也是很软弱，所以我很多时候就只有仰望神。当然，从圣经的教导，就从小就带孩子到主面前，对不对？睡前祷告、指定祷告啊，这些都有，然后一起寻求。但是我看重的就是说，这一生就是要敬畏神，主居首位啊！我觉得这是一定的。那为他的交朋友祷告。我觉得信仰不是说我跟我孩子说，我们信耶稣，我们成为传道人，孩子也都在看。我们那时候在校园团契，我们孩子也都知道我们很喜欢。然后我们成为宣教士，孩子也在看，那我们都带着他一起走这一条路。那他也在看我们接待老师，我们跟学生，他也都知道。所以其实我们的孩子也都在看我们。但是他有经历这一段时间，我们也常为他交朋友祷告，还有为他的老师，为他有好的老师，他的交好朋友祷告。我们其实都有从这一方面都一直在为他祷告，因为对这个影响太大。那他有几岁好像很小哈，好像几岁决定他10岁半的时候到泰国嘛。我说10岁，那12岁的以后，他们规定12岁就是他可以一个人在家了，所以他12岁比较可以一个人在家，不用跟我们。那到后来我们又搬了几次家，对他来讲，他离开了第一个学校，然后到第2个学校，他也有一些好朋友，那他也要适应。可是他也蛮顺服我们，就是说就换到另一个学校，但是神也为他预备好的老师，预备同学，那这些都是我们祷告，然后也跟他分享，跟他谈。那最重要的就是他经历了这些，他有经历2次生病。他第一次是14岁的时候出水痘，那出水痘蛮严重的。我跟你讲，那时候我也没有什么资源，也不知道如果在台湾容易一点。但是在那里我也很受苦，那在祷告。后来他好了，他这一辈子第一次写一张谢卡给我，谢谢妈妈。现在吗？这个病的时候谢卡，不是这个，不是都送他的，这是另一张。那这一张我要讲的就是说，经历了这些以后，接着到他要考大学的时候，我想这是他信仰一个很大的一个经历。一个就是说，因为面临要选择去哪里读书，那我们陪伴、祷告、寻求。那我后来就送他这一个，这个框，这个怎么讲？书签。这个是一个框，我从校挂在他的房间，几乎挂了1年。我说你要真心仰赖耶和华。不要依靠自己，在你所行的路上认定他必指引。你要相信神必指引你。这个给他放在他的房间1年。我说你真的要定睛，然后我们跟他一起祷告宣说。他真的是牧师上一次已经讲一些，对不对？那后来自己也有机会去参加短宣，所以他参加短宣队，所以老师也会派他去短宣。那其实他
决志好几次要信耶稣，但是他决定参加一个台湾的分队之后，去东北泰国东北短宣，以后回来他决定回台湾考大学，但那时候是高二吧，高二是几年级？大概大概高16岁、17岁，高二17。对，反正还没，他就说他考虑。那我说好，你决定要回台湾，那没有问题，我们支持你。可是你是中文10个字错6个字呢，回台湾考得到吗？后来好，没关系，他已经决定了。我说你自己祷告清楚要。然后后来我们就有小姑就给他一些书，中文书，他每一天早上应该说下课3点，然后就到那个超市，在清迈有一个超市，那个大的超市，那里读书，K 中文，然后读到晚上就回来吃饭，跟我这样读半年，加领金，对，然后他就读了半年哦，然后那半年他学校的乐团照参加，球队照参加，然后黄阿莲看他很喜乐，好像没有像那考试了，然后很紧张，压力很大，没有他说黄阿很喜乐然后都没有影响，然后他说觉得很奇妙，后来他跟我说，我怎么有那么耐心读半年啊？后来就是因为这个以后，后来他就参加台湾学测，考上了东海备取以后，他自己经历了神帮助他，才决定说好他受。我想这个牧师有讲，对。那这个之后，他就知道，我知道他从到东海以后，教会送他一本圣经，我们回去看他的圣经1年读了差不多破烂，你就知道他真的就知道他是全新的。然后在东海胡适就是校园团契那个学生工作嘛，学生团契里面，然后他就当童工啊，然后这样。那后来他就知道后来他有机会参加一些退休会啦，校园的营会啦。第一次参加营会，他说献身啦，他说我将来要当校园童工。好，等到大4要毕业，参加评选，我将来选有决志啊。这2个竟然他都是我们以前的事，我们是曾经校园童工，我们也是宣教士谢谢神啊。对，那这个过程，我这个过程其实在带领我的孩子，有一阵子我觉得很沮丧，可是神给我一句话说，你就把他带成门徒。你养这个孩子，我虽然只有1个孩子，你把他养成为神的门徒，我就这句话都不会忘记，所以我会花心思来为师母的另外一个使命啊囡仔不是家己的是你兄弟门徒的呢。是的。所以他最近也听说已经快要毕业了也准备出来宣讲他是说26啦，2026年准备要出来。他现在正在写论文，是加强。真欢喜今仔日会当听到师母讲咱师母跟我讲话爱梅师母讲这个因为那时候示威活动真的是蛮严重的，有发生枪战对，有华人宣教士的子女伫海外他们那个父母做伙宣教，会当搁读中文，而且搁转来台湾读册，而且伊搁决定要去做宣教士，真正无济你真正会掌声鼓励。听众朋友爱我师母很多赞，做这，所以我很安慰，不简单老师，不管他将来是不是当宣教士，反正他一生是侍奉主的人嘛。我们自己也都是不管我是什么身份，我们都是一生跟随主。他也是这样，他跟他的太太都愿意是，所以咱的
人生。老师拄则讲什么？一连串叫什么？一关。哦，一几关的啦，几关的，条件的代志，几关。其实规关条件就是规关的祝福哦，对啊吼，满满的足侪关的祝福安尼。所以观众朋友毋免惊，你若有遇到足侪条件的代志，不要紧，你来上帝帮助你。真正没，我回来以后觉得说，哇，还有机会的话，我如果还可以，我还想再去呢。一定爱去哦，对，阮就嘛是都爱登去泰国的吼，啊嘛是伫要圣诞节要到啊吼，上帝祝福每一个人，多谢今仔观众朋友陪咱开讲，啊嘛听到师母真精彩的故事吼。后礼拜同款时间，台湾8点10分，泰国7点10分，澳洲是下晡1点10分个做伙来讲故事。多谢师母，多谢老师，拜拜，平安。平安。